清朝嘅剃髮留辮制度一直係我哋中國歷史上一個幾有爭議嘅現象。呢個髮型睇落簡單，但係就包含咗豐富嘅歷史背景同埋複雜嘅文化內涵。清朝嘅剃髮留辮唔單止係一個髮型咁簡單，佢承載住極之重要嘅政治意義同埋文化象徵。剃髮令嘅推行唔單止令滿清統治者可以鞏固政權，仲引發咗社會各階層嘅抗爭同埋反抗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呢個髮型就逐漸成為滿清統治嘅象徵。點解清朝人要剃咗前面啲頭髮，淨係保留後面嗰條辮仔呢？呢個背後嘅原因究竟係乜嘢？好多人都對呢個問題感到困惑，甚至嗤之以鼻。但係佢嘅背後就隱藏住一個充滿血腥、抗爭同埋妥協嘅故仔。要深入探究清朝剃髮留辮嘅習俗，就唔可以唔提滿族嘅祖先女真族獨特嘅生存環境。喺東北廣闊嘅山林入面，地形複雜，野獸橫行。女真族為咗攞到足夠嘅食物維持生活，喺長期嘅漁獵生活入面，形成咗一套同環境高度適應嘅生活模式。喺追捕獵物嘅時候，跑爬係好平常嘅事。散開嘅頭髮唔單止容易俾樹枝勾住，耽誤追捕嘅時機，喺遇到野獸攻擊嘅時候，仲會成為致命嘅弱點。前面剃咗頭髮之後，就完全避免咗呢啲風險。喺黑龍江流域出土嘅女真族文物入邊，有唔少描繪漁獵場景嘅壁畫。畫入邊嘅獵人前面光禿禿，後面梳住條辮，生動淡展現咗呢種髮型喺實際生活入邊嘅應用。而且喺女真族嘅冬季狩獵活動入面，天氣極之寒冷，將條辮盤喺頭頂，再戴埋皮帽，就可以有效抵禦嚴寒。呢種做法既可以保證行動方便，又可以保暖。對於長期喺野外活動嘅女真族人嚟講，具有極大嘅實用價值。唔單止女真族同埋蒙古族嘅部分部落，住喺東北亞地區嘅鄂溫克族、赫哲族等等，都有類似嘅髮型傳統。鄂溫克族以游牧同埋狩獵為生，佢哋嘅男人同樣剃去前面嘅頭髮，留低後面條辮。喺遷徙嘅過程入面，呢種髮型唔會因為顛簸而影響視線，極大膽方便咗佢哋駕馭馬匹，保障咗長途遷徙嘅安全。除咗實用嘅功能之外，剃髮留辮仲同滿族嘅薩滿教信仰緊密相關。薩滿教作為滿族嘅傳統宗教，喺佢哋社會生活嘅各個方面都留低咗深刻嘅印記。剃髮留辮嘅習俗都唔例外。喺滿族嘅傳統觀念入面，靈魂依附喺人嘅頭髮上面，而頭頂就係靈魂出入最頻繁嘅地方。因此，剃去周圍嘅頭髮，將頭髮集中喺頭頂編成長辮，就被視為一種同神靈建立更緊密聯繫嘅方式。喺滿族嘅祭祀儀式上面，流程繁瑣而且莊重。薩滿巫師身穿特製嘅服飾，頭戴神帽，手持神鼓，圍住篝火跳舞。喺跳舞嘅過程入面，巫師會唔時擺動條辮，據說咁樣可以引導神靈嘅力量降臨，為族人消災祈福。喺一啲重要嘅節日，例如春節、祭天節，族人們都會精心梳理條辮，前往薩滿教嘅祭祀場所。初一二，祝願新嘅一年風調雨順、平安順遂。喺滿族嘅家庭文化入面，條辮仲承載住家族傳承嘅重要意義。家族嘅長輩會喺特定嘅儀式上面為年輕一代梳理條辮，並且講述家族嘅歷史同埋傳統，傳遞家族嘅價值觀同埋精神信仰。喺滿族嘅婚喪嫁娶儀式入邊，條辮都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喺婚禮上面，新娘會將條辮盤起，象徵住身份嘅轉變；而喺葬禮上面，逝者嘅辮仔會被精心整理，伴隨佢入土，寓意靈魂嘅安寧。1644年，清軍揮軍入關，定都北京開始咗對全國嘅統治。為咗穩固政權，強化對漢族嘅掌控，滿清統治者經過深思熟慮，決定推行剃髮令。
1645年，順治帝頒布剃髮詔書，命令全國男子必須喺10日內剃髮留辮，違令者將會被視為逆命之徒，處以死刑。留頭唔留髮，留髮唔留頭嘅殘酷口號就係淡樣嚟㗎。滿清統治者推行剃髮令，有住明確嘅政治目的。佢哋深知漢族長期受到儒家思想嘅熏陶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唔敢毀傷嘅觀念根深蒂固。透過強制推行剃髮留辮，唔單止可以從外在改變漢族人嘅形象，更加可以從精神層面摧毀漢族人嘅文化自尊，消磨佢哋嘅反抗意志，進而實現對全國嘅有效統治。剃髮令嘅推行喺漢族社會引發咗強烈嘅反抗。江南地區經濟發達，文化昌盛，民眾對傳統文化嘅認同感極高，因此率先發起抗爭。除咗嘉定、江陰等地嘅激烈反抗，蘇州、杭州等地都爆發咗大規模嘅抗議活動。蘇州嘅民眾喺街頭張貼標語，表達對剃髮令嘅不滿。杭州嘅文人墨客就透過詩詞文章抒發對傳統文化嘅捍衛之情。喺嘉興，明朝嘅遺民組織咗武裝起義，同清軍展開殊死搏鬥，俾清軍造成咗唔細嘅損失。面對漢族人民嘅強烈反抗，滿清統治者喺強硬鎮壓嘅同時，亦都意識到需要做出一定嘅讓步嚟緩和矛盾。於是清政府推出咗10從10不從政策。呢個政策喺一定程度上尊重咗漢族嘅部分傳統習俗，緩解咗社會矛盾，令到剃髮令得以繼續推行。隨住歲月嘅流逝，剃髮留辮從清朝初期血腥高壓下嘅政治強制手段，逐步演變成全社會默認嘅生活習俗。清朝入關之後嘅第2代、第3代漢人出世就身處剃髮留辮嘅社會環境，對佢哋嚟講，呢個髮型就好似四季輪迴淡自然。到咗清朝中期，無論係繁華嘅都市定係偏遠嘅鄉村，男子剃髮留辮都成為一道普遍嘅社會景象。呢個時期，辮仔嘅樣式嘅變化同社會變遷緊密相連。清朝初期嘅金錢鼠尾辮對頭髮嘅流傳數量同埋編辮嘅工藝要求極高。隨住清朝統治嘅穩固，經濟逐步繁榮，蛇尾辮就應運而生。喺故宮博物院館藏嘅乾隆南巡圖入面，眾多人物嘅形象清晰淡展現出蛇尾辮嘅特徵。辮仔嘅直徑變粗，髮量增多，辮身嘅長度亦都有所增加。呢種辮仔喺保持實用性嘅同時，更加符合當時人們嘅審美追求。此外，喺清朝中期嘅小說《紅樓夢》入面，對男性角色辮仔嘅描寫，亦都側面反映出蛇尾辮嘅流行。例如賈寶玉嘅辮仔漆黑油亮，從頭頂偏至扁鬚，飾以明珠珊瑚。去到晚清，西方列強打開咗中國嘅國門，西方文化好似潮水淡湧入。然而辮仔唔單止冇被淘汰，反而進一步演化成牛尾辮。呢個時期，辮仔承載嘅社會功能越發多元，成為身份同埋地位嘅鮮明標誌。達官貴人嘅辮仔通常用絲線精心編織，搭配翡翠、瑪瑙、琥珀等等珍貴嘅飾品；而普通百姓嘅辮仔就相對粗糙，淨係用粗布繩固定。喺一啲重要嘅社交場合，例如官員述職、富商聚會，辮仔嘅裝飾程度直接反映出主人嘅身份同埋財富。此外，牛尾辮嘅流行仲同戲曲文化嘅繁榮有關。京劇等等戲曲表演入面，演員透過舞動又粗又長嘅辮仔，豐富表演動作，增強舞台表現力。呢個喺一定程度上推動咗牛尾辮喺民間嘅普及。1911年，武昌起義嘅槍聲好似驚雷彈響起，辛亥革命嘅浪潮迅速席捲全國，清王朝嘅統治大廈搖搖欲墜。革命黨人將剪辮視為同舊時代決裂嘅象徵，號召民眾剪咗條辮，擺脫清朝統治嘅枷鎖，
上海、廣州、武漢等等大城市率先掀起剪邊嘅熱潮。上海南京路、廣州北京路等等繁華地段設立咗眾多剪片義務點，革命志士們手持剪刀為民眾免費剪片，好多青年學生自發組成剪片宣傳隊，行上街頭宣傳剪片嘅意義，高呼剪片就係革命，留片就係封建嘅口號。然而，剪片嘅過程並非一蹴而就。喺偏遠嘅西北、西南地區，由於交通唔方便，信息閉塞，民眾對革命嘅了解極為有限，傳統觀念根深蒂固。陝西、甘肅等地嘅鄉村，村民們認為剪片違背祖訓，係對祖宗嘅大不敬。一啲家族甚至將剪片嘅人逐出族譜。部分清朝嘅遺老遺小更加將辮仔視為清朝統治嘅象徵，寧死都唔剪。田清官員辜鴻銘精通多國語言，思想西化，但係卻始終留住條辮。佢認為辮仔係中國傳統文化嘅象徵，係對過去嘅堅守。1912年2月12號，清帝溥儀宣布退位，清朝覆滅。剃髮留辮制度從法律層面被廢除，但喺部分地區辮仔依然存在。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社會經濟快速發展，文化教育全面普及，人們嘅思想觀念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。隨住新生活運動嘅開展，剃髮留辮呢個延續咗數百年嘅歷史現象，先至徹底淡走入歷史博物館，成為人們回顧歷史時嘅一個特殊記憶。新中國成立之後，同剃髮留辮相關嘅一系列舊習俗被徹底摒棄，啲人嘅生活方式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喺鄉村，政府組織嘅識字班同埋夜考好似雨後春筍般出現，村民們唔再將頭髮睇作傳統禮教嘅束縛，而係積極參與到學習同埋生產建設入面。理髮作為一種新興行業，開始係鄉鎮普及，乾淨利落嘅短髮成為男女老少嘅新選擇，極大膽提高咗勞動效率。喺城市，髮型設計逐漸成為時尚文化嘅一部分。國營理髮店推出咗眾多符合時代特色嘅髮型，例如彰顯女性獨立嘅齊耳短髮、留護懶頭，以及體現男性陽光嘅寸頭。呢啲髮型唔單止方便打理，更加象徵住人們對新生活嘅追求。與此同時，隨住電影、廣播等等新興媒體嘅發展，時尚觀念快速傳播，電影明星嘅髮型成為大眾模仿嘅對象，進一步推動咗髮型文化嘅多元化。喺文化教育領域，教科書將剃髮留辮作為封建壓迫嘅典型案例，教育青少年銘記歷史，珍惜而家美好嘅生活。歷史博物館同埋民族館入邊，同剃髮留辮相關嘅文物同埋資料，成為人們了解過去嘅重要窗口。而曾經象徵封建統治嘅辮仔，亦都成為歷史劇入邊嘅重要道具，以藝術嘅形式向觀眾講述嗰段波瀾壯闊嘅歷史。呢個跨越咗將近300年嘅髮型變革，唔單止係髮型嘅演變，更加係中國社會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共和，從傳統走向現代嘅生動寫照。佢見證咗民族嘅抗爭同埋融合，亦都為後人理解中國近現代史嘅發展脈絡提供咗獨特嘅視角。